先給一張。比較好了。現在有點可愛在身上。各位電視者大家好啊！哦，繼續更新啲長青 BB 嘅飛馬，有5鋪嘅，片頭嘅鋪是第一鋪，呢個時候幾點鐘？第一鋪有個系統怪害獸，下家我是打，俾我碰完佢即刻有得報告，7分。我的天哪！是吧？真沒看見。那不找一個番薯塊？來。打紅溫。打紅溫。哎呀，我冇呢個動意。好。我也想碰啊。3條。叫胡。你叫胡。幫助他，我知道。沒有。 OK，摸第一個鬼啦，拖住龍一路，給我請問啊。牛逼。碰咗佢可以拖六筒。開心。碰。6條。呢個值得碰，要鬼啦。比較貴了，那就。什麼？你打吧，你打吧，隨便。好家伙。3條。6筒。安全過三關，上家莊睇2路中，好難啊！一隻都冇中，咁到低消，嚟到第二鋪，自己中，鬼牌係我嘅 BB，起手有一個，我給你扔出去。有個鬼牌要求啲卡通偏將都比較多，打到成拉緊嘅四風出去被上一碰，揀得紅我都覺，石膠還是靚嘢。可是我，咁我就掉啦，掉3冇數。我上街上安聯，冇人諗到我咁早掉我嘅，我真係同自己打咗個零時。咁自己裝做一個就上家全包，第3鋪，大家同大家就喺度講緊上家找我哋高零時啫嘅。佢嘅手其實好好嘅，不過好似一路都係新手啊嘛。一直係新手就一路都好彩係嘛？東方係鬼牌，未有。你有用的嗎？來吧，來吧。我沒打算動。動的手勢是就把動如就拍。我可能我還要不要動呢？動不動好呢？碰了都可以掉我。發癲吧！浪費，就這樣，浪費。這個不打唔打？啲狗數唔使錢㗎。好，有鬼牌啦！不對，不對。3條。你再小點。沒有。我說人家哇。你碰我這個就是我好想要。碰。當時我剛打發打不到就。終於輪到我碰啦！碰完仲係諗住叫對碰，北風唔對四應該都有得碰，碰完拖牌。唉，你搞咩啦？碰。你喺80碰最錢，有冇進來的？一樣啦。而家4到8碰都可以自摸，同埋北風。還好，謝謝你。難搞。你可以拍就不原諒你了。我吃了人家，還來嘞。係咯，北風都有得碰嘅，上一排都碰得屌鬼喎。我又不是槓6筒。碰嘅話摸唔同位置摸，絕了呀！但係睇翻就淨係中唔咗個兩風下，所以唔准鬧我㗎。動到。 OK，安全過三看關，我很久沒吃過了，給他。好似係上家都，啊。咁就中2個，鬼牌都計嘅。第4鋪啦係嘛？哦，呢次靚啊，2個鬼牌，但啲番薯都唔靚。我佢都10次就終於讓我去，那你真係。睇下執一執先。對，我哋等我執一執。為什麼不跟這個？沒事的，沒事的。
呢鋪好似係我開會嘅第一鋪，所以喺度跳緊個鏡頭。知啊。交換可以說交換。可以打碰過一個叫我。哇！怎麼好猖狂啊！哎，怎麼打呢？這個有個槍，哇！好想打佢，但係唔知點樣。哇！你前面幫等一幫我，一筒。幫我慢慢點。當下整緊視頻都覺得自己打得有少少慢，不過跟翻大家嘅速度啦，咁你就會覺得哇，人家到我嘅時候好似突然開倍速咁嘅。哇！好大發，我打咁多。我判教授依家3到9筒都可以。前面先。好。什麼來着？你的紅妝。你的紅中啊！ OK， 一槍過，我唔得，我得。對家當3隻西飯，仲一個嘅，到最後一鋪。你就不打算把那個放回去了？佢怕是思索，一個提手，仲有一個一手嘅夠。這麼怕被分？莫非呢鋪成日開頭嗰鋪？三幺。沒錯，可以。對。哦，13幺怎麼算？正常是，那不玩了，回家。正常算13幺。第一，中一，咁都冇要。當人呀。這玩意兒真的是我都回來過。那年你。我有沒有起小隊？可以的。好多隊啊！呢場都係有些小隊嘅，我雙手的。不過又會有鎖喺度，哇！左後車咁翻倍嘅，所以有啲講肯定會講唔到題，冇晒啲咁分啊嘛。可以。都是這種東西的。跟住打個2索嚟啦，一索出嚟嘅。你真好多。咦，結果呃咗下家就跪嚟，你還碰啊？卡糊了都。我怎麼胡啊？我沒開胡，都被贏啦！哇，連續兩。好連摸兩個鬼，剛不是說做人的嗎？終於開我啦！知錯咗，應該是有鬼黐線度買嘅。呢度以為自己中到3個，說幹嘛？咁佢哋就話我睇錯碼，咁好想你都隨機揀4個出嚟。OK，中2個，記得關注我馬上暴富。